今仔透早，高雄公山一间停业的工厂着火，内底囤真侪塑胶米，火是烧甲真猛，这乌烟嘛真高。附近的加油站是紧断电，暂停营业。若环保局要依照空气污染法和废弃物清理法来处分。大路边的铁皮工厂大火一直烧袂停，阁有真侪乌烟窜去天顶，几落公里以外拢会当看到。透早将近5点，高雄公山区永靖路一间停业的工厂全部着火，厂区内藏袂少废弃物，互附近的民众拢走出来关心。蛮大的，然后已经都是整个就是烧起来，在冒黑烟了。消防队出动人车拍火，就惊火劲扩大，危险性增加。消防机器人嘛伫现场戒备，起火点对面无偌远的加油站，赶紧断电暂停营业。没有办法营业，而且是大力的受影响，而且现在完全都没电，我们没办法做生意。是回收一些塑胶的废料、杂物等等。好，那在5点35分我们火势控制，6点02分火势扑灭。大火浓烟产生明显的污染物，环保局到现场监测，包括公山和桥头区 PM2.5浓度升高，环保局以违反空污法裁处。违反空污法32条规定，裁处10万到500万元罚锾；废塑胶露天储存未符合规范，违反废氢法36条规定，裁处6000到300万元罚锾。环保局调查嘛发现，现场存放的废塑胶料无符合规定，违反废氢法。而且这间工厂4年前就违反废氢法的记录，被裁处3件，罚18000块。公司新闻李小兰、柯建准高雄报道。